总有一天会起兵，我会进攻京都，把清城的首级夺落来，导正这个世道。就算会死，我嘛袂甲厝官大人交出来。军队，军队！大师姐，请你说你唔得降落去。是安怎厝官大人唔来见我？紧讲啊！我想要乘坐厝官大人的瓦壳。就算伊是阮是后代，嘛只是一个罪人，应该唔免遐尼惊伊。马上出兵讨伐！我要爱伊的首级。咱真正无退路啊！进攻！那呢，来条安怎？伊已经死了。点充电的13人，每礼拜一到拜五，都伫公司台语台。